护理师卡手无够，护理师工会全联会要推动查甫护理师伫病院做替代役。去年底国防部初步嘛决定讲，会当先派去军病院，一当是会当来提供上千个护理师的缺。也毋过有立委是建议讲，应该扩大分派到所有的公立病院、民间的病院嘛有需求。 护理师人力流失、加重关仓危机、加急诊太车的情况，护理师团体积极推动男性护理师会当伫病院和替代役，补充基层护理人力。去年底国防部初步决议，护理师资格役男优先派进军医单位。国民党立委陈建辉即马更加建议，要扩大到所有的公立病院，甚至民间病院。假使我们可以把护理替代役不只推动到国军医院。 公立医院或是私立医院，我相信对于目前这样子的状态是可以注入一股活水。人力还没有补足之前，就让这样子医护背景的役男拨到民间私人的医疗院所去。那我想，国防军力还是以国防本务为主。 去年立委王定宇等人提出临时动议，呼吁国防部建议。国防部初步决议3总等14间国军病院，当年大约会当提供221名护理师役男名额。护理师工会全联会认为，让男性护理师伫病院和替代役，唔但会当连接专业技术，退伍了后也会当职业，而且若会当互年资无长，也会当强化继续留伫医疗单位的意愿。估计当年会当补充9000名的护理师。 其实一开始是希望都开放，在原来的医院就服兵役的。后来沟通的结果是说，他们要服兵役，还是要到军方，因为他们还是有一些军方要求的东西。低的估计，一年大概会有1400左右的护理师进到职场。陈建辉强调，不管任何原因，医护离开医疗单位一段时间，要回归拢需要时间佮熟悉医疗作业。男护理师若袂因为做兵和中断专业技能，是一件好代志。王定宇建议，会当考虑。 互特别退伍、佮有意愿的军人，训练培养相关医护专长，退伍了后，都有机会转去民间医疗院所补充医护能力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